好。你好，我是沈明义，我是印尼人。你好，我又是印尼人，我是马关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马关义。请问你要住哪里？我要住市场。市场。市场。你想美什么？我要鱼。那标鱼。这个，多少钱？100块。100块。一天吗？好，这个60块。60块。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你也想美鱼吗？我要买猪肉，多少钱？150块。一天吗？好，这个170块。